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大家的，俺摩推呢，他说的，실험니 보다 모두 슈아인, 가산 디기, 다들 이 모두 슈아인. 那么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讲解这个心经的内容。당부 제빈데 마치 다리 저기 실험님부들이야 당부 미 처시디 미 숨겨마도 처시와 말아요. 미 망한자는 삼삼 녀라 처물을 차요도 미 망한자는 녀라 망하를 차. 제가 미 숨게 채브래. 미 숨게 되지 갈리야 파르치 장가데 파르치. 엔 미dwi게 하즈지. 되지 장가 파르래. 근데 인도산다 참여직 도나시 체제 다 도나 첨부를 체제 지단계 남균에 실험님을야 지 가져래 지단계 가부에 대해 섬을 실험님이 도와달래 미세기 대묘에 대해 근데 망고시라래 제가 뒤교세에 대한 미망고시시들이 용벌해 이네들이 아주 최신한 당분들이 망고지와 최신이야 本来呢，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呢，心中想大概就是300人左右。那因为有时候想说这样上课人太多的话，有时候麻烦也蛮多的。那但是没想到说从300人慢慢的越来越多，到我们现在已经将近700多人了。所以其实我也知道，这代表大家真的对于这个心经是很有信心的，也很欢喜。大家真的很用心，愿意前来听这样的一个内容。 但是真的事先没有想到说会有这么多人。我讲住托南全部前为印章，他却先给的那样点子，压力什么的，就讲说女输入点子用过来，这张俺那几被那么允许让看了年不许要嘛的，不是很乖的。但因呢，在这几看了年不是引导到就彻底学不下去。 就切不来。所以真的是由于各位是这样子的用心哦，尤其是对于这样的法是这么的有兴趣，是这么的投入而来学习，这也给我讲法者很大的压力哦。平常我不是很乖的哦，但是这一次因为大家是这么的投入，所以我也要乖乖的好好准备这次的课程。 大家女的想不两个的嘛，属于木腿的。好，那接下来就接续这个昨天心经的内容，我们继续的讲。这张给课上接了，罗嘛，录住几个月呢？价格的强势的、出色的，也不是没原则。录住几个月呢？讲就是价格团学习的什么东西，都是写完了。 学生的身份，第一个出色水平不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请放在心中哦，就是要记得我的水平哦，其实都还是程度不高的，还是学生的角度的中文水平，要跟大家接下来是用中文来讲。听学生的报告。 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经典的名称，还有译者的简介。接着就进入到了正说经文的部分啊。正说经文呢有8个部分，这分别就是序、时、眷属、因缘、问答。 顺说和随喜这8个部分啊，
所以昨天讲解了前2个，就是讲解了前3个，也就是序跟诗还有卷书。但是呢，在这个昨天有一个部分呢，就是王舍城命名的故事当中呢，有一段出自于《大智度论》里面的这个故事，那里面提到说，这个当时有一位广车国王，他的父亲是因为主张祭祀天神要杀生，所以最后整个身体都陷入到了地底。当时呢，我有点说错了，我没有好好看那个故事，就说错了。是今天要该罚一下，这说错啊，所以呢就说成是说这个父亲认为不要杀生，但是其实他就是坚持要杀生，所以我的就把就是说反了，罪过很大。这个，所以呢，我们就是今天呢故事的这个细节呢，就有一点很有趣啊，所以呢，就是刚好这里可以在这里就是顺便补充一下，这个坚持杀生的国王呢，名字叫做婆娑，这婆娑，叫做婆娑他因为厌离世俗，就出家成为了婆罗门的仙人。有一天呢，几位婆罗门的出家仙人跟一些在家的婆罗门吵了起来。在家的婆罗门认为呢，依照经书祭祀天神的时候应该要杀生吃肉，但是呢，出家的仙人们却认为呢，祭祀的时候不应该杀生吃肉，所以大家就争来争去的时候，出家的婆罗门说现在有一个大王出家做了仙人，你们应该会相信他所说的话因为就是我们说也没用你们都不相信，那就请那个当过国王的那个出家人他来就是说话，你们应该会相信的。这在家婆罗门说相信，然后出家婆罗门呢就说好，那就我们明天就让这位出家的大王来做评判，所以我们明天一起去问问他。没想到呢，当天晚上的这个在家的婆罗门呢他们就是偷偷的先跑去见那位出家的这个大王也就是婆娑。然后他呢就是并且说了很多事情，同时就告诉那位婆娑说，明天侦查的时候呢一定要帮我们。然后第二天的早上的时候，就大家到了婆娑跟前的时候呢，这个出家仙人们呢先发问说，这个祭祀天神的时候该不该就是应不应该就是杀生吃肉的。婆娑这个回答的时候，他说，根据婆罗门的法祭祀的时候是应该要杀生吃肉。但是出家仙人们听到这样的说法，觉得很惊讶，所以就继续问到他，说，先不要管这个律法是怎么说的，你自己觉得怎么样？然后这个婆娑说，我的想法是为了祭祀天神，当然要杀生吃肉这个被杀的这个动物呢，因为祭祀而死的，所以呢，他会就是死后一定会投生到天道。所以那些出家仙人就听完这之后呢，就气得不得了，就大骂说，你错了，你这个骗子。甚至呢还对他吐口水说罪人你去死吧，就滚出去，去死。没想到这一骂完呢，这个婆娑仙人就从他的脚踝以下就陷到了地底下，因为这个
婆罗门的仙人就他们生气骂人就很可怕的。当时呢，就是出家仙人呢继续追问说：“婆娑啊，你给我说实话呀，再胡说下去的话，你的这个整个身体都会掉到地底下去的。”婆娑就还是坚持的说他说这个为了祭祀天神宰杀牛羊等等动物的话呢，就是并且吃他们的肉当然是无罪的，他是这样。这样一说完呢，他的膝盖以下又陷进去了。所以就这样子一路问答到最后呢，这婆娑仙人既然就整个身体都陷入到了地底下，只剩下一个头露在地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位出家仙人呢，就是劝他说你看吧，你就是因为骗人说大话，所以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现世报所以你赶紧说真话吧，说实话吧。虽然呢，你就是只剩下一颗头露在地上但是只要你说实话，我们有办法救你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婆娑仙人在心里心想他说：“我可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他是已经做过这个国王的，所以就怎么可以出尔反尔，说话不算话呢？好像就没面子而且呢，在婆罗门教的这个4部吠陀当中呢，就是都一再的赞叹就是祭祀天神的功德，所以就算我死了，我也要就是坚持杀生祭祀是无罪的。所以最后他就尽最后一口气的说，就祭祀天神而杀生吃肉是无罪的绝对是无罪的这样子。而最后呢，这个出家仙人们呢就非常的失望说你真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我们不想再看到你了。这一说完，这婆娑仙人就整个身体都陷到地底下去，不见了。但是无论如何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这个龙树菩萨的时代人们都会就是依循着这个婆娑的主张为了祭祀天人而宰杀动物然后在人们在这个宰杀的时候呢，都会对着那些被杀的动物说就对着那边说是婆娑要杀你的，可不是我呀。有这样的一种习俗婆娑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所以就不要怪我这样子。然后至于后面的那些就发生的这些故事，就是婆娑的儿子广车国王就后面就搬迁到这个搬迁的事情就已经昨天的课程当中已经讲过了，所以就不用再讲了不用再重复了。那意思就是说，那个孩子呢，他觉得这个地方是他父亲就曾经就是陷进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就不应该再留在这边觉得很有罪恶感。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接着要讲解是第四个因缘和第5个问这2个部分所以讲解内容的时候，尔时这个内容是这样：尔时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一门，复于尔时是不是？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察照见无愿体性，悉皆是空这就是属于这个因缘的部分再来就是问的部分呢，是时具受舍利子，成佛威力，
白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这是问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就先讲这个因缘的部分啊。当然，因缘是第4个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的第4个部分。这个呢，就是这个说在说明啊，形成这部经典的直接因素。这部分的经文呢，是从尔时世尊等入，甚深明了啊，一直到呢这个观察照见无愿体性，细皆是空之间的这个经文。那因缘呢，又可以称为别序啊，这边的因缘又可以称为别序。这是每一部经典呢，它自己特别独有的部分，和其他任何经典都有所不同。而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提到的第1个部分的序呢，则是叫做通序，那是所有的经典都相同的一个段落，所以就有这个别序跟通序的差别。再来就是我们每句话做个解释啊。尔时啊，尔时指的是佛陀开始进入三摩地啊，准备说法的那个当下。一般来说的话呢，就佛陀是不会主观啊随便的讲说他自己的想法。那么为什么现在佛陀却开始进入就是禅定和准备说法了呢？这是因为啊，当时的与会大众，他们的善根都圆满成熟了，佛陀就观察到这样的一个因缘，知道啊，这就是说法的正确时机，所以佛陀就平等的进入了三摩地。然后再来是这个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啊，接着就是说这个讲解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的这一段经文啊。那首先呢，就是甚深明了三摩地的甚深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就是圣义空性。这里呢，在无垢有阿舍里认为呢，他有一部就《心经》的注解啊，他认为呢，这里将空性称为甚深的理由，是因为空性呢，它超越了一切经验和极端。同样的，这个小品般若经当中呢说甚深相者即是空义。接着又说到呢，般若波罗蜜多，甚深难见难解，毕竟理故。所以从这里的就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啊，甚深的意思是说它超越了念头和语言，所以不是我们就很难了解的啊。而在这个世亲菩萨的这个实地经论当中呢，透过这个极尽甚深极灭甚深、空甚深而无相甚深等9种理由呢，来说明甚深的原因是什么？就甚深的原因，他用9种理由来说明这甚深的因缘。再来是明了明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有通达或者彰显的意思。当我们去看这个甚深明了我觉得也没办法斯文一点对。
当我们去看这个甚深明了这3个字的梵文的原文当中呢，就是说梵文的原文说 Avasambodham， Avasambodham 它就有一个彰显甚深真理的一个意思。再来是就三摩地啊，三摩地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呢，佛陀呢就一直平等的安住在三摩地当中，啊，他是不会从法界中不会动摇的，一直安住在就是法界中，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叫什么空性当中，也可以说这样。所以呢，他自己呢并不需要重新安住一个什么三摩地，但是呢，在这边呢就是要所化众的一个眼中来看的话呢，佛陀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三摩地。他们觉得好像佛陀进入了，那些所化众，他们觉得好像从佛陀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三摩地，其实佛陀就是一直进入三摩地。三摩地当中的佛陀为什么要就是视线进入这样一个三摩地的呢？因为佛陀借有这样的一个三摩地啊，能够让当时以观世音菩萨为主的眷众们理解甚深的空性啊，或者说这个借有这样的一个三摩地呢，佛陀让眷众们了解到他的心意和他的世界或者他的境界。世界的话有一点很有没事，算了。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佛陀的心意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佛陀的心意是除了他自己之外呢自己和其他的诸佛之外呢，是无法被其他任何众生所理解，就是所了解的。连这些声闻缘觉甚至大菩萨都无法知道。但是呢，佛陀他拥有一个特殊的加持力啊，能够加持一般的众生，或者说他的所化众能够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这就像是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要事当中提到的那边说，尔时世尊其世俗心，作此心时，乃至从以皆知佛意。这个佛陀有一种力量，他起这个世俗心的世俗心就是说世俗心很难了解，不是说我们的世俗心反正就他有一种力量，就是可以把连那些昆虫蚂蚁那些都会了解他会了解他在想什么。总之呢，就这里的就是深深明了三摩地，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三摩地这样一种类型的三摩地。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就谈谈这个三摩地本身三摩地是什么意思？它是指内心专注于对境上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一种集中精神的状态。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就三摩地有这个令心极静安住的意思。它是透过专注力和觉知力帮助行者的内心不被外境所牵引，让自己的清晰和稳定这两个部分呢，自心的这个清晰和稳定这两个部分呢，平衡的安住在对境之上。这个三摩地很重要就如这个《解深密经》中提到，三摩地是大乘和小乘一切功德的根本
所以这个由此可知啊，由此可见，我们就是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世亲菩萨也在俱舍论当中提到，戒修胜如次啊，灭生天解脱啊，感生天解脱啊，对不起。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持戒和禅修啊，持戒能够帮助我们升天啊。你想去天道或者善道的话，要持戒。禅修是能够获得解脱，禅修呢获得解脱。你想要解脱，要禅修，打坐禅修。所以呢，这里面就说，就没有这个三摩地啊，连这个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欲界，别说是解脱就是就是没有办法处理欲界。所以这就很重要，再来就是法治义门，法治义门这个意思就是呢，这个法字啊，这个字在这个法的这个字在范围里面叫做达摩，就是应该是达摩，但是现在我们中文里面念达摩。它本身具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啊，其中一个含义就是维持，它是指一切的事物啊，因为每一个它指的就是维持的意思，就是它指的就是一切的事物。为什么一切的事物就是维持呢？因为每一个事物啊，它都有一种自我维持的特性。自我维持的一个特性，所以就一切的事物被称为维持。然而呢，在这里法治义门的这个法呢，指的就是佛陀的正法。就一般来说，这个法这个梵文的达摩有很多种意义啊，但是这里指的就是佛陀的正法。它具有一种殊胜的维持能力。刚刚说维持嘛，那维持它法有一种维持的意思嘛，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佛陀的正法呢，它具有一种殊胜的、特殊的一种维持的力量、能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依照这个阿底峡尊者三世道的体系来说明的话呢，下世道的法呢，它能够帮助众生维持在人天道上是人天善道而不落恶道。中世道的法呢，就帮助众生维持在涅槃而不堕轮回。上世道的法呢，就帮助众生维持在佛国而不落轮回与涅槃两边。所以呢，佛法具有这样一个很特殊的维持能力，那就是维持。就刚刚说是有个维持，本来是一般上来说，维持这个字呢，它指的就是一切的事物啊。当然，这里指的就是佛法。那为什么佛法可以称为维持呢？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殊胜的维持的能力，所以就将它称为维持。接着呢，就是义门的意思。接着就是义门，就是它的意思就是不同的类型。所以呢，法治义门的意思就是法的不同类型啊，例如这个二谛四圣谛三学等等不同类型的佛法。由于这里的法呢，就是特别指的是正法当中的三摩地就刚刚说，一般法是指的是一切事物，再来就是指的是这个正法，
再来就是其中就特别指的就是这个三摩地。因此呢，法之一门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指这个不同类型的三摩地啊。因此就是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一门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甚深明了三摩地是某一种类型的三摩地。再来就是等入啊，这等入，昨天我们就想了半天，也没想到什么特别的意思啊。但当然，等一下就等入的意思呢，就前面说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嘛，那等入的意思是什么呢？啊，这个时候呢，就佛陀平等地安住在三摩地当中，因此称为等入。那平等的意思是什么？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就是想法吧，应该啊，这个平等有很深的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先不要说。再来就是富余，这边的这个富余的意思是说啊，再来就是富余，他的意思是说，不仅呢只有佛陀专注在这个深深的空性当中啊，然后呢，观自在菩萨也进入了深深的见地，所以就是富余的意思就是啊，不只是佛陀，就是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深深的空性当中啊，专注在这样深深空性当中，观自在菩萨也进入了深深的见地。然后再来是尔时，尔时就是说佛陀进入甚深明了三摩地的下一刹那，紧接着就是观自在菩萨安住在甚深空性的开始，所以叫做尔时。接下来是观自在菩萨，这很熟悉啊，我们的对我们一个熟悉的一个名称，对吧？观自在观自在，观自在这个呢，就是观自在是意思就是说，这个经典里面所称的这个观自在菩萨，跟一些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观音菩萨，指的就是同一尊菩萨。观世音这个名字呢，从他的救护苦难啊、利益他人的角度来取的名字。然后在这个观自在这个名字呢，就是这个法号或者称呼呢，则是就是从这位菩萨啊，证悟人无我和法无我，能够不刻意啊，自然自在观察空性的角度，也就是自利的角度来取的名字啊。观世音是从利他的角度来取的名字，观自在是从自利的角度、自身的功德的角度而取的名字。这个观自在菩萨呢，其实呢，就是一位仍然在修行啊，下一辈子就会成佛的一个菩萨。但是呢，某些经典啊中认为呢，观自在菩萨呢，过去早已成佛了啊。佛号叫做什么呢？叫做正法明如来。他已经成佛了。然后根据圆策大师啊，圆策大师的这个说法呢，已经成佛的这个观自在菩萨跟将会成佛的观自在菩萨是不同尊的菩萨，只是就是名字一样啊，是不一样的人，只是名字一样。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他是一个唐朝的，就是玄奘大师的一个弟子，其实就是他是一个韩国人。안녕하세요这样子，应该那时候应该不会说这样啊。然后呢，有些其他的这个论述当中呢，提到什么呢？
已经成佛的观自在菩萨呢，是真实的观自在菩萨，而那位将要成佛的菩萨呢，其实就是他的化身呢。不真正的是已经成佛了，但这个就是化身，就是展示为菩萨的。这位就观音菩萨呢，只是就是他的化身，不是真正的观音菩萨，有点像是骗人的。真正躲在后面拍了一个假的，也不能这样说吧，应该是，好，一切都是假象，也可以说这样。这样的说法呢，这个《法华经》等等经论中的一个记载就差不多这样也。再来就是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的这个菩萨的意思呢这个有2个字菩萨跟摩诃萨。这个菩萨的意思呢，就昨天已经讲解过了，就不用再说了。摩诃萨的意思呢，是大菩萨的意思。它指的就是8地以上的菩萨，才称为大菩萨。再来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观察，照见无蕴体性，悉皆是空。这位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呢，跟佛陀一样他也透过了修行，安住在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中，然后呢，并且呢，以智慧观察，照见或者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无蕴的体性，无蕴的体性都是空性的。也就是说，在暗示这也在暗示后世的修行者们，如果能够照见无蕴空性的本质，就能开显出般若的智慧。所以讲完了这样就是以上讲完了这样因缘的这个部分接下来就要讲的就是讲解的就是这个8个部分当中的第5个问。问呢就是实具受舍利子。这个实呢，这里面说的这个实呢，好，实就是指的就是佛陀进入三摩地加持观自在菩萨和舍利子之后，这2位尊者呢要开始讨论甚深空性的时候，所以叫做实。那个时候指的就是那个时候。具受舍利子当中的这个具受呢，这2个字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在古代印度这长辈对于这个晚辈比较亲切的一个称呼了，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藏族有很多这样的称呼，就说100岁什么1000岁什么这种称呼吧，因为我们在中国古代说1000岁爷什么就100岁。没有什么100岁爷了，但是1000岁爷、万岁爷，然后就皇上就是万岁爷，再来就是那些，皇后那些什么王子那些，应该就是1000岁爷吧，应该应该算是一种，但是这个也有点恭敬也就是古代的话就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一种亲切的一种称呼了。这个依据这个释迦光大师的这个300颂，就是300颂是关于一个就是律典的一个，关于一个律典的，是不是律典的一个经论当中提到尊称的方式的时候呢，认为应该要称呼长辈为尊者，晚辈而且称呼晚辈为具受。那个晚辈就称呼长辈的时候应该说尊者那我长辈称呼晚辈的时候应该要说具受。但是呢，这部经文的结集者这个阿难尊者年纪并没有比舍利子还大，
所以阿难称舍利子为巨兽啊，并不合理。所以呢，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称呼啊，并不是基于对完备的一种称呼，而是因为舍利子尊者已经断除了烦恼，因此呢，就阿难称赞他为巨兽，称赞他为巨兽啊。所以这里的这个巨兽呢，是一种称赞的称呼，变成一种称赞的称呼啊。以上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是出自于这个无垢有大师的一个新闻的心经的注解里面。注解里面提到为什么就这个舍利子称为巨兽呢？就是巨兽啊。接下来的是舍利子啊，又称为舍利佛，梵文叫做 Shariputra。这个 Putra 的意思是孩子的意思啊，所以尊者的母亲呢，名为叫做舍利，也就是白蛇鸟。白蛇鸟 ，OK， 白蛇鸟的这个原因啊，这个有两种说法啊，因为他的母亲叫做舍利，这个意思就是说白蛇鸟的一个，这个原因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说他那个母亲啊，她的眼睛就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就像白蛇鸟一样，所以就取名为舍利。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当她怀有这个舍利子的时候，她变得非常的聪明啊，而且辩才无疑，所以就被人家称为舍利啊，也就是白蛇鸟。这个舍利尊者呢，是这个佛陀的最主要的弟子之一。另外一位就是目犍连尊者。由于这个舍利子尊者是佛陀众多弟子当中呢，这个智慧第一的、智慧 No.1 的一个弟子，所以因此呢，他就自然就成为了这个心经当中呢，就是提问甚深空性的最佳人选，变了他的最佳人选啊，他是智慧第一。再来就是成佛威力啊，成佛威力。这个成佛威力啊，虽然就是指的就是虽然这个舍利子是智慧第一，但是呢，就是大乘的深深法义啊，并不是身为行者所能理解。所以呢，发问的时候呢，舍利子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了佛陀加持的威力而发问的。所以叫做成佛威力。这边的威力呢，指的就是佛陀的身口意三门的这三门中的这个意的威力。所谓的这个佛的三密啊，佛的身密、口密啊，什么三密指的就是佛的身口意嘛啊，是在佛的身口意三门当中的这个意的威力。观音菩萨也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佛陀的加持之后呢，才能够通达接下来要宣说的这些义理啊。由此可见呢，要接收到这个佛陀的加持之后呢，舍利子尊者和观自在菩萨就以问答的方式来对谈，这就是整部这个般若心经当中的正宗分的部分啊，他们两个人的一个对谈。这部经典的这个直接宣说者啊，是观自在菩萨，并不是佛陀，并不是佛陀。所以就是然而呢，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这部经典就是非佛说的经典，
意思就是说，佛说的经典不一定要他的亲口要说，所以不用他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如果直接说的话，所以呢，再来这里呢，就是昨天我们对于这个大乘的经典啊，所以呢，这个大乘的经典啊，般若体系的这个经典，尤其是这个心经呢，做了一个解释啊。但是呢，这个有可能会就是衍生出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说大乘经典真的是佛说的吗？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的这个小乘的学者呢认为啊，大乘的经典与教理呢并非佛说，而是因为这个龙树菩萨或者这个无着菩萨所说的。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小乘自己的经典啊、经论，以及从历史的事实，这两个方面来讲解，来解释啊。这个小乘佛教啊，在初期早期在这个有很多非常多的部派，其中的最主要啊、最根本的部派有2个，也就是这个说一切有部跟大众部。在说一切有部啊，这个解释经论的一部经典当中提到，佛陀释迦牟尼佛这曾经对这个出家人说啊，佛的这个经典可以分成12种，分别就是契经、应诵、记别、奉诵啊、自说、因缘、本事本生、方广稀有、譬喻和论义啊，这12种经典就分列称为12分经。有没有出来？没有，好吧。对于这个12分经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方广。所谓的这个方广，指的就是它的内容非常的庞大、广泛的意思。同时呢，在另外一个小乘的这个根本部派啊，也就是这个大众部，在一部这个制定戒律的经典当中，则是将这个经典呢分成9种。刚刚分了12种，但是现在它分成9种。说这个修多罗、企业，这什么？受记、家土，然后优陀那、如是语、本身、方广和未曾有、未曾有，这个，然后呢，这当中也提到这个方广这个部分啊，这个大众部。对，所以呢，就是以上这些内容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啊，小乘呢就是各个部派都主张佛的经典经典中有一个叫做方广的一个经典啊。但是那这个方广的经典具体来说，它这个方广的这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小乘佛教当中呢，这个有一部具有非常就是权威性的一个经典，叫做《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是由这个500位说一切有部的阿罗汉尊者同时编辑而成的，这样一部就是论点。它有100卷，里面这个仔细的说明了公元1、2世纪的时候，这个印度小乘佛教各个部派的这个思想，以及这个许多大师们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就在这样的一部这个小乘就是公认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当中呢，就
有一段经文啊，清楚的提到说：“邪尊者言，此中般若说明方广。”就是邪尊者说，此中的这个方广，就是般若，指的就是方广，意思就是方广就是般若吧，应该就是这样子。在这里的这个邪尊者是谁呢？这个邪尊者，他就是一位说一切有部的早期的一个大师，据说是这个马明菩萨的这个老师啊。这位这个尊者呢，年纪很大才会后来就是年纪很大，后来才就是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出家的啊。所以呢，出家之后呢，他就严守陀陀戒律啊。我们说这个什么，武松是叫什么陀陀嘛，是吧？陀陀武松，这个水浒传》啊，哎呀，又想到《水浒传》里面去啊。但是这个陀陀跟那个陀陀就不一样了，但同样是这个名字啊。这个陀陀就是一种苦行吧，僧众里面的一种苦行。完全它是什么呢？完全不躺不卧，不躺不卧。所以他的这个双鞋呢，也就是这个腋下，完全不会触碰床板。他因为修持这样的一个苦行，所以就被称为邪尊者。总之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小乘的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部经典说这个大毗婆沙论呢，明确的说到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大师邪尊者认为呢，这个般若经就是方广部啊。换句话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一切有部，也就是这个小乘的佛教啊，支持般若经是属于方广部的说法。所以呢，而且呢，就是前面我们引用的这些经律这个戒律经典，都谈到这个方广部是属于9种或者就是这个12种经典当中的其中一种。所以呢，就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也就是说，这个小乘自己也认为大乘的般若经典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一个经典。除此之外呢，在小乘部派佛教的这个无畏山部啊传承的经典当中呢，也明确的谈到了这十波罗蜜。另一个这个小乘的部派这个说出世部啊，所传承的这个佛陀传记大事，有一个佛陀传记叫做大事啊。里面也提到了修行的实地，所以这些内容其实都是就是小乘大乘佛教特有的这种内容啊。小乘不会讲什么，就是不会细说什么叫做什么这个实地啊，什么十波罗蜜啊那些，通常不会细说这些东西。神肯定需要一个，就是可能需要一个依据嘛。不然的话就说不出来。其他还有很多种，就是大乘的佛教就是小乘佛教本身的这个经论的依据啊，都可以就是证明大乘的经典是佛说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用多说了。再来就是我们从这个历史的事实来看的话呢，就是根据现代的这个学者们啊，研究与记录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龙树菩萨是一位这个大约出生于公元150年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大师啊。而目前发现最早翻译的这个大乘经典呢，是大约是公元179年，是由这个大肉氏国的这个智称这个意思，从这个梵文的这个般若8000颂啊翻译到中文，
然后呢，就是叫做这个道行般若经。所以从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断定说，这部般若经，也就是这个道行般若经，就是印度啊流传的时间呢，一定早于这个龙树菩萨出生的时间啊，所以才会被这个支称译师带来中国，并且就是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大乘佛教的是有这个。总之呢，就是大乘佛教有这个龙树菩萨所创造的这个说法，可能就不可能成立了啊。然后呢，就是从以上的这些经论根据啊，或者这个历史的事实来看呢，我们都可以断定说，大乘佛教的经典与思想，并不是有这个龙树菩萨等等后代的这些学者所创造的，而是佛陀宣说的一种法教。虽然就是事实如此啊，但是呢，为什么那些小乘的很多的这个论师们却不相信大乘经典是佛陀宣说的呢？这边呢可能有关键的话呢，就是关键的原因可能有2种。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大乘的义理极为深妙，所以呢，一般的小乘的修行者无法理解。就像昨天所说的就是所以呢，在这个经典集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佛陀嘱咐给这个诸大菩萨们一起结集经典结集这个大乘的经典。所以这个主张呢，在这个《大智度论》等等这些著作里面呢，就是一再的被就是提到，所以就是不停的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意思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大菩萨们也要参与到其中，不能只是那些小乘的阿罗汉，他们来接集，一定要大菩萨们一起参与。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由于这个大乘经典的内容体系非常的庞大，而这个人道众生的寿命呢又很有限，记忆力不敏锐。OK， 所以呢，这个人道众生的这个寿命就是很有限记忆力也不是很敏锐，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夜叉和龙族和天人在寿命和记忆上呢，就是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呢，这种说法是大量的这个大乘经典的集集的时候呢，就是都是寄存在这些众生们的世界而不是人道中。所以呢，这个早期的这个小乘部派行者们，并不知道有这些经典的存在这也是非常合理的。其实，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律典经典里面谈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之前呢，思考着要将这个佛法交给谁来保管，然后最后的决定是由这个人道的迦摄尊者和天道的4天王共同保管。所以从这里的就可以知道小乘的经典当中也有这个佛将这个经典嘱咐给天人的记录这个教法嘱咐给天人的记录。当时呢，佛为什么呢就把嘱咐给这个一个人跟天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只是交给这天人来保管的话呢，天人就是很放逸他们就很有享受，所以他就不会管那法了。我觉得他很有享受，所以就太放逸。
那只是交给人的话呢，人的寿命太短了，所以呢，实在没办法，所以只能同时交给人和天，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呢，有这么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这个佛陀圆寂之后呢，这个天龙八部呢，就想要争夺啊，说谁来保管这个般若经典，因此就起了很大的争吵。最后呢，他们就竟然开始动手抢夺啊！然后就据说呢，这个当时龙族抢走了大般若经，他们可能也很聪明吧，我也不知道。天人呢就抢走了18000颂，般若2万颂呢则被那个人类拿走了，还有这个1万颂呢是被阿修罗抢走了。最后呢，那可怜的这个多闻天王呢，这个只能捡走那剩下的最后一部般若8千颂，他就很可怜了。其实多闻天王应该很厉害才对啊，怎么可能就这样？先下手为强呢？所以呢，这个佛说的经典呢，所以呢，就是佛陀的经典呢，就可以另一种说法是说，这个佛陀的经典呢，可以分成这个亲口说，还有叫做随受说和加持说，有3种经典。那心经呢，就是虽然不是佛亲口所说的这个经典，但是却是佛加持所说的经典。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加持说也可以分为3种，也就是生于3种加持说。首先呢，比如这个十地经呢，就我们的这个华严经里面的这个十地品或者十地经等等经典呢，就是生加持说的经典。还有呢，就这个去阿舍世回恨经等等的这个经典呢，是与加持说的经典。接着呢，这个易加持说的这个易加持说呢，再又可以分为3种。易加持说，这个易三摩地加持说，还有易真实力加持说和易本质事业加持说，有这么一个3种。然后呢，首先呢说这个心经是属于呢第1种，也就是易三摩地加持说。然后呢，据说呢就33天呢，33天那边有一个天鼓，有一个鼓是大鼓，一个天鼓啊。它会呢就有时候会自然发出一些各种的法音，有一个天鼓它不会常常，因为就可能那些天人的根基不好吧，但是自然发出一种法音，这是属于什么呢？这是属于这个易真实力加持说，这也是佛陀所宣说的，这就是他的易真实力加持说。这也是就是世尊的这个心意啊。再来就是这个世尊的这个叫什么事业，易本质事业加持说，这个呢就是他会就是世尊的心意事业的这个加持呢，能让那些夜叉等等这些众生呢，他们就自然会宣说一些陀罗尼等等的这些许多的咒语。所以呢，这也属于是易本质事业加持说，或者易事业加持说，那么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
再来是把这个已经讲解好了啊，这个成佛威力，再来就是白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这句话呢，就是比较容易的了解啊，所以就不用做很多的解释。然后呢，至于呢，舍利子尊者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请看下回分解。大众请起立。我悉心苦行，因为诸众生故，舍己自身了离法救持人。我悉舍生命，因为诸病人故，因为贫众生临法救持人。我悉为菩提舍财及其子，报下马具成临法救持人。我悉恭诸佛，愿觉其声闻。父母诸师长，临法救持人。为闻菩提故，无量僧祇，悲受种种苦，临法救持人。我修戒律仪，常业常清心，十方佛为真，临法救持人。我悉常忍辱，忍诸恶众生，为众除烦恼，临法救持人。我悉清净经典故常付他，度脱诸众生，临法救持人。我修禅解脱，无色三摩地，恒沙不可数，临法救持人。我悉为般若，住在于显理，言说无
大羞耻然。我细尝怜悯，舍弃身血肉，既舍身之戒，为增正法言。我命恶众生，以此而承受。安置于三乘，正长正法师。我悉知方便，度诸恶见。是于正慧法语令不绝，我悉四摄，度诸众生，灭恶烦恼惑，令思中救助。我悉为外道，着邪见妄，安置于真如，四中的供养。愿消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破愿罪障悉消除，时常心菩萨道。众生无边誓愿多，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